要性的大牺牲、其他性的目的，还有节能表示的栽培后学习的机会。那不学今天要学习的是难忘的福尔，难忘的都比。那我看了这篇论文的时阵，或许有一个咧思考要啊讲这个道理啊，因为这篇论文内底吼，虽然伊的迄个伊的含义无做深诶去做表象，就是要讲着师资对阮诶迄个情感业绩。这个情啊，这个情是真诶，真情，是真情，是真心诶感情啊。所以互咱伫咧想讲吼，这篇课讲内底啊，伊遮尔啊需要真情，但是互咱伫家己修的境界无讲做其他理解，所以可以伫咧体会老师诶新诶时阵，可以互我做完全来表达出来，所以或许刚开始伫顶咧吧，我有一个感受。那个万圣节讲师，先生敢有听过这啊？有听过？有听过对无？伊有一本册叫做艳遇要比艳遇好过。伊一本册叫做《愿力与业力》。那这本册咧写就是讲，对伊伫修道过程当中，然后到了伊出车祸，到了伊后生骨带去医院咧看山代志咧显化，然后来分享这本册咧分享。那伫开始之前咧，我们请各位先生来做个第一段。多一啊，第二位，海苏平山山河里，我千里万标雪天，雪鹤万到处都是，各处专有不朽的，把国家应来感情，留心在这地。那或许之所以讲的放射检查是因为，伊的故事我含着这个。落单，所以等下或许会过程当中会讲到伊大概咧讲的伊的因果表演过程啊。那这一段讲是以有一间上层台咧讲着伊吼，那在一般是我是讲，阮遮拢有一寡大学生拢会住拢去去然后大学生去啊是一寡修道啊、办道啊，甚至一寡行业一寡大学生协会。所在一个平台，那嘛是透过这个复习团来修理修道的。那伊最厉害哦，伊偌厉害，在根本伫独立的过程当中啊，敢有大过100位，100位哦，无吼，但是伊去找过5000人，伊甲伊讲着来求道的好处，到了500个。有了500个，所以这有信心无？够信心。伊对道做尔啊认同，所以伊做遮个。但是伊大学的过程当中，伊拢会去找一寡同学啊朋友去甲伊来求道嘛，来求道。但是伊安尼讲，阮一寡同学，伊是科学人咧发展尔，伊对即种看袂到的物件是袂相信的嘛。所以讲吼，遮科技这么发达着，你看你讲迄吼，伊咧迷信啊，伊咧迷信。然后一个吼，敢若足艰苦安尼啊，因为伊有一寡朋友拢会甲伊讲吼，可能交较好的朋友嘛，无是同学就是，咧甲伊
要同学来讲吼，如果你若互我快点鬼，我就对你求得啦。那这件两是个，你想讲伊想要大人来求得，但是伊无办法嘛，伊敢有跟伊请对你做，伊无可能啊。所以伊想啥？你若真正感觉感觉痛苦，还是感觉安怎的时阵，你会想要找啥物来帮忙？这不对无？就是这个老师。然后伊就想讲吼，阮若你求道的时阵，是毋是我会小条件了无？然后就想我安尼个啊，我从我的原本拢是咧靠求出我生活来帮忙啊。伊就想讲，就是惊安尼讲吼，生活袂记。所以伊就只好用纸甲写讲吼，老师啊，伊的同学啦讲吼，伊要看到鬼，他要来求道啦。老师伊派一个交易部电话过去找伊啦，然后伊就开始这张纸写好了，开始写，然后上天啊嘛，然后呢，有一天啊，因同学吼，咧骑机车快速道路顶面啦，迄条路单直安尼骑嘛，就开始骑，因为迄是中道嘛，中道的时阵吼，伊就骑，奇怪，有人一直咧互伊安装路啦，咧扶咧头啊，扶咧头，伊讲扶咧头，无人咧，伊就想奇怪，无人哪咧扶咧头，愈骑愈紧着，搁遮个，有人来讲话来讲吼，你当下吼，会去去找万圣节，你同学找万圣节，去找伊就知无？然后伊就搁往迄行行看，而且呢，足紧诶，40公里啊，而且后壁搁有人，搁好个啦，搁有迄声音啦，足紧张啊，然后伊就听落，要听伊头，伊搁回头讲吼，会记哈，袂记哦，然后伊就去迄个地道线啦，然后是犯罪现场是一个地道线，大家拢家拍鼓啊，讲伊虽然做着鬼啊啦，伊要找伊啦，嘿啊，然后伊就讲，伊个犯罪现场就过去家讲伊个状况是安怎，讲吼，然后犯罪现场讲吼，哎，可能吼，迄个鬼交你有一个缘分啦，啊，你敢若定定安尼行我所去拜拜安尼，就家己时间去拜拜。那甚至佫有一个同学讲伊无时间啊，然后伊嘛共款要开始写啊。老师啊，有一个同学我想要倒的啦，伊做副的啊，毋过伊一直讲伊无时间啊，迄个老师时间必然遮济，你放一寡时间就有时间互伊回来就好个。那后伊开始写了，伊就是一工啊，伊即个同学伊拢咧打工嘛，拢伫早餐店咧做生意安尼啊，所以即个放生起来是个讲去早餐店，去找伊嘛。啊，但是伊去的时阵。这现在应该恁理解吼，大家讲吼，一个人伊无解，突然安尼伊讲对你讲对无？所以这个同学看到犯罪者是来时阵吼，伊就袂去甲伊答，袂去甲伊招呼嘛。通常伊早餐店内底拢会一寡店员会来讲，啊你要需要啥物啊？你要爱啥物早点啥物，就放互伊。但是这个同学就无去找伊，啊所以就只有因头家伊来找伊安尼啊。然后伊就因头家就甲伊打招呼啊，伊就讲。伊个犯罪者是讲吼，伊要出去同学啦，然后又讲吼，讲嘿，安找同学啦，若有爱找伊讲，因为我想要带你拜拜安尼。迄头家就讲吼，嘿，这拄好，我昨仔吼有办着这光华府交面着抽书啦，然后迄个犯罪者是有些机会讲吼，你阮往咧拜拜，阮往咧拜这光华府交，伊就说，然后你嘛来做伙拜拜，伊讲安尼我今仔做去啊，伊讲。啊，你要交做去，会使，但是阮同学无时间啊，伊就会做伙来好啊，嘛那个高地啊。但是，用无法咧讲遮个过程当中时阵，谁你会使感受到，即个发生情感是，对老师的心是真诶，是真心诶着，所以伊将即个真心互老师，老师当然嘛是用真心诶心修理，去保护伊嘛。那我选要讲的是即个部分，啊，毋过。伫伊大学4年过程当中，因爸爸妈妈无参与着负责嘛，所以感觉伊爸爸妈妈对负责就无啥相信的感觉，啊，所以伊就一直咧毕业，因爸爸妈妈有计紧转来厝来工课，安尼来来巴遐啦，嘿啊，啊然后就是讲，安怎讲拢无听的，我就叫我讲，你若毋转来，我规家伙搬去台北做咧住，啊因放做假设就讲。你伫迄
迄个伙食馆内底啉茶咧住，然后爸爸妈妈一个学长的爸爸妈妈做伙来台中听去奇怪，好，伊就即个，伊要转去伊个领导时阵，伊就甲伊头前甲老师讲啊，讲吼，伊爸爸的因爸爸的部分啊，然后伊要转去故乡啊，伊就讲吼，但是我转去嘛是感觉会受到，伊讲伊负责，嘛伊嘛讲伊将来会使来转来台北来办道有安尼啊，伊有表达即个有前咧伫外表上天嘛，但是当伊转来时阵，伊嘛是要收入，但是伊转来因领导了，就是做有去办道嘛，去收入，但是因为因遐道场是真诶，比较年纪较大，伊刚20几岁尔，所以伊个力量啊，甚至伊个感情都爱磨合啦，爱磨啊，爱过磨啦，嘿啊，所以伊个常常啊，伊就感觉伊即个不长无一个发挥的所在，所以伊就常常啊想讲，安尼我唔爱去运动啊，就去工课，因为当阮无去运动时阵，阮个生活过程当中。上重要是爱趁钱嘛，所以伊即个伊也无去运动了，久了伊当然想讲，无去趁钱好啊，然后伊就去工课，工课了一条时间，直到伊出车祸的头3工，我先介绍到伊个段落，后一篇好啊。有。请先我来做下，虽然是多无来去。这讲有爱互你，修哥毋是三五日，天道速修持，万道好好发挥威，事业来重视，提出真心甲诚意，做事办修仪。那伫即个过程当中，伊出车祸头3工，伊一台机车原本好好，伊个行跑袂起来，伊跑袂动啊。伊想足奇怪，为啥跑袂动？伊就牵伊个机车去找迄个机车店个头家，去遐找伊讲啊无办法修理安尼，然后迄个头家来讲吼，毋过这修理爱3工呢，因为伫装卡的时阵，一寡机车店头家伊算讲，因若要做的时阵就做，毋做就是就欠了真嘿，安尼因为反正生意嘛袂济，嘛慢慢做就好啊。然后办之前也是讲袂使啊，如果你也是去3工，我是开机车上下班的，你我等钱，就安尼行出无方便的啦。就讲无安尼好啊，我钱讲无你提早帮我收起来，这头就讲袂使，安尼要提早收呢会使，咱加钱我帮你收啊。你收完了，伊出车有一条路嘛，伊即条路是产业道路，伊是因的迄条路是安尼落去个，是安尼落去。所以伊伫遐徛的时阵，徛落去的时阵，伊个下骹拄好一个少年的，嘛徛起来，伊个讲做伙了，伊就怎啊讲着了，伊就过一段时间就试起来，伊个就看到迄少年的对无，机车徛就走去啊，伊就想讲奇怪，伊种是农田，哪若佫徛伫遮？然后伊就回头看，奇怪，遐哪一个人伫水沟内底，然后伊就佫看，但是即个车牌号码敢若是伊的呢？即个人伊是长期卡伫外口，然后头插伫水沟内底，然后伊就看，佫较近看，伊佫看到伊的西装裤标，伊人穿伊的西装裤标伊的背，然后认真看到迄个是伊，那伊就伫即个过程当中就想讲，伊就发现着，人伫咧死的时阵，拢有一个叫做跑马灯嘛，伊就迄个跑马灯就开始回顾伊过去，伊从伊细汉伊妈妈过身，然后伊一寡事情的回顾安尼，佫等3、5秒时间，伊佫最后一个画面是伊伫迄个不长单，伫迄个生活头前意愿讲，伊将来要转去办道，转去台北办道，
然后伊较想着讲，伊讲过即句话，讲过即句话，但是伊转来的时阵拢无做，伊拢无做啊。然后伊就感觉足可惜的，讲袂使，我一定爱转去别倒位，所以我敢有即个媳妇去做遮代志。然后伊就开始想办法要转去伊的媳妇内底。然后当然到后尾啊，伊转去了想要爬起来，伊想要转去伊的媳妇内底要爬起来，爬袂起来无力。所以伊安尼试3届了，个人有走出，然后做出来想讲袂使。伊安尼厝内无法度去，所以就想讲啊无我只好就是到即个媳妇内底先住安尼啊。伊转去了就讲莫挣扎，但是嘛是痛苦，嘛是。伊过一阵仔时间，伊媳妇讲起来，然后骑车嘛走，嘛安尼讲徛转去因的迄个，应该是阿叔吧，因叔叔遐吧，甲因甲，但是迄段路到因阿叔因兜迄段路有2公里才。啊，佮伊骑车已经讲到2公里所以嘛，会使安尼转足神奇的啊。算到后壁啊，伊去到病院了后，伊的伤势红仔棍遮，叫裂伤，叫裂开，然后剩一寡两敢若剩气管交一寡血管伫遮，对遮呢，然后伊敢若剩一几支的气管行甲伊维持住尔，啊袂一直转去，嘿，然后伊就转去了，伊就去病院了，然后伊就是安尼，医生咧家己的，啊所以医生讲吼，伫因遮虽然治好，但是伊搁爱有时间去观察，因为伊迄个年代，医生可能的医术都无遐好，啊会惊爱讲落去内底有一寡有时候本身家有诶物件会生病，就是有一寡细菌嘛，啊所以就想讲爱观察，爱安尼看伊诶状况安怎啊，然后算安尼参详了讲，啊无安尼好，我转去，伊就转去当时的迄个就是即摆阮个彰化秀茶医院，嘿，然后伊就去遐来开刀啦，伊个迄个医生。伊个迄个先开完了嘛，等于讲伊倒入病床里面，爱换伊咱了上，迄个伤口嘛，爱倒咧换，爱倒咧消毒安尼。啊，这个嘛是阮嘛知影讲，伊即个伤口是开个嘛是开个状况嘛，啊所以伊迄一寡物件一定爱家支撑伊，啊骨较袂安尼歪去，所以伊拢支撑了的，啊然后伊也要将迄个迄个换药的时阵，爱甲内底物件去摕出来。然后去迄个，甲迄一寡电池发电物件甲伊弄起来嘛，然后甲伊挂药啊，爱消毒，就是这一定会出事啊。迄时阵一个医生就讲吼，讲安尼藏遮物件无，就是较麻烦安尼啊，无伊就用棉花啦，棉花甲伊盖伫内底，安尼较袂受伤，安尼清较好清，啊较袂疼。伊个棉花是棉花问题，就是棉花是倒的问题，是棉花叫疤。连做伙定会定着，疤叫疤，但特别要紧的是棉花连做伙定着，嘛是会疼，因为嘛是爱心疼嘛是会疼。啊，结果迄个算讲原本拍算讲伊转去彰化医院的即个彰化小厂医院时阵，想讲会较顺利的，结果即个医生伊是外聘的，所以有周休2日，爱拄礼拜规工因病程就落起来，所以伊2工，结果周休2日拄着2工，原本想讲周休2日2工着无，因为伊一工换药爱换7届哦，7届是换1届就是换7届哦，佫拄好佫有周休2工过了，原本想讲好啊，拄好啊，礼拜一会使开刀，结果礼拜一拄是9月28号教师节，那迄个医生哦，迄个主治医生伊是教授，所以伊佫有迄个教师节啦，所以伊就对，所以就连续3工的时间，人的意志力3工是动了无啥会调好，伊嘛家己嘛讲，伊迄时阵虽然有意识，但是伊的精神是模糊的，因为伊感觉足痛苦安尼。那伊伫即个过程当中，开完刀了，有一个老师，有一个，伊就看到一个啥物，一个老人来，即个老人就是咱之前哦，伊带去游览天门，那伊带去咱天门的时阵，伊
通常伊有讲着伊去看天文时阵，看着遐有足济人，伊安尼初步起来十几万人，但是拢伫遐咧拜啊。然后伊就坐，像我们天兵天将在修好嘛，然后一些咱这些就出来，就食家手空的就食行鱼安尼。啊，伫下骹遐拜足济人着，遐足济人是要过即个南天门啊。啊，是讲奇怪哦，即个无简单诶，一个行就过，要搁经过天门安尼啊，所以大家拢咧讲讲即个少年可以想要做好还是安怎？所以师傅对伊做好安尼啊。啊，伊就听就感觉哦，伊是原来想啊遮好哦，伊迄个降高五嘛。然后起来了，伊就算了无伊袂甲咱之前问讲吼，迄个之前我注意迄个，这人天文是毕业时候爱对三宝嘛，啊有啥物我毋免对三宝个啦，也算意思讲可能想要做好人诶，迄个咱之前就笑笑摇头，讲比家己啦，比咱之前就比家己啊，伊较知影讲，原来是咱之前会讲诶，食以为去家行带伊来，就是伊厉害是咱之前厉害。但是看人之前较传啦，所以伊就讲伊伫即个由这功德池级的天法的过程当中，伊看到遮物件了后，正讲咱之前嘛咧家成全了后，伊就感觉打起充满安尼，然后伫咧转去时，咱之前拢会甲伊讲一句话，讲看在你在修道过程中做有诚心的啦，那我给你一个，互你看解来的机会啊。然后伊想讲，伊细汉妈妈我要厝做嘛，啊是想讲，伊伫修道过程当中，伊惊伊修了无好势安尼，伊看到遮功德池天法，伊看到伊的罪过错嘛，甚至伊看到每一笔拢去遐详细，伊有过几个人刻画几个人，然后甚至伊过程当中有可能说，可能去做一寡无好的代志，拢记咧详细，伊惊伊家己修了无好势啊，所以想讲啊无安尼我要见一个啊，这是应该哪个印象？就是叶老师。伊个，咱之前有甲伊讲一句话，恁老师无想要互伊见你啊，无想要互伊见，发生件事要找伊，但是老师无要看，无要看伊啊，惊互伊来看无好安尼啊。伊个足生气讲，将来当啊道理想要见老师，但是那第一个见老师无爱互道理看伊啊，奇怪啊，然后伊足生气的嘛，然后伊就讲好啊，那老师把互伊看，我拢卖看，伊就即个转来，就是要转来伊身躯啊嘛。所以咱之前要出来去了，要想想咧，咱嘛袂使啦。当初是老师讲一句话，讲你拄则迄个行为，互恁老师做伤心的，因为伊就讲啊，伊讲其实你即个，伊伫迄个神权过程中会讲到伊的因果啦，伊有啥物伊的波折，就其实伫300年前，伊有伊嘛伫大陆遐的一个。然后迄阵的羊是，啥前提了？阮食迄个一寡羊啊，就是拢会煮饭，拢会炒羊，迄个安尼来煮嘛。迄时阵羊是政府，就是官府咧卖较济，较是正。啊，私人卖话，官府掠着是会关咧去关安尼啊。啊，所以伊伫迄个300年前时阵，伊有招伊的朋友3个，做伙去卖这走私的走私的羊，伊家己去做羊，然后去走私，啊去卖。啊，因羊的本钱少嘛，是袂使因是因官府卖，啊伊搁家己卖话，安尼赚钱济哦。啊，即个发生件事，看到遮个钱较济了后，伊就起一个杀羊，伊咧将因边仔迄3个通带家己害死安尼啊。啊，两个就是家己脖子挂开死去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杀入去迄个水井内底，家己勒死的。然后圣公就是因为即个因缘的关系，所以以这一世为水灵。那也讲，其实济公老师伫3天前，之前可以3天前发生什么代志嘛？3天前的时阵是，因为是伫遮，明明个好都发袂到，这是3天后的一个警告，讲你有个代志要发生啊，你会去，你爱去倒去想，无来休息。但是伊无受到这个，无受到这个保护，所以伊就只好转去，伊个继续安尼，就是发生这个车祸。但是伫车祸时阵，
这三位原监债主要去讲伊个嘛，要去讲伊，啊，结果志光老师就要保护伊嘛，所以就用伊身躯去来保护伊嘛。伊志光老师身躯才个遐三位监监债主才弄换去，伊身躯慢慢换去。结果才伊就想讲，无甲放做一个弄死，所以伊就只好家拖去水沟要家己安尼淹死嘛。结果要拖过去时阵，志光老师想要来救起来。啊，今日每天起来就血皮啊，可以来夹伊个手，夹伊身躯安尼，夹到拢是伤伤口啊。然后，放之前放之前听着，其实你也听着，有些口遮尔啊保护你的时阵，会安怎感动，会艰苦啦。那我想伫要讲的是，这过程当中，主要是讲你这段，因为这段我想看听着时阵是较难过，因为虽然我在修行过程当中，虽然是讲做尔啊。或许咧小地方是虽然做好，但是当阮咧发生一寡代志时，身躯拢伫身躯无边个无保护啦。那嘛是或许一家咧讲的难忘的道理。当阮伫求道迄天开始，阮就交这帮老师有这因缘个，那这因缘是正是生的因缘。当阮有这个求道因缘的时阵，嘛这讲是嘛讲。我这讲有往爱互你，修得其三互你，真都受修起。那后学是一直超过一段时间，但是阮嘛是请深圳团讲造一次音乐，谢谢大家。